1970年嘅世界盃喺墨西哥舉行，普遍被視為世界盃歷史上其中一屆最精彩、最具代表性，亦都最有藝術感嘅賽事。呢屆世界盃有炎熱天氣、高原稀薄空氣、彩色電視直播、全新黃牌紅牌制度、Adidas 官方比賽用球、Telstar 以及巴西黃金一代嘅極致表演。最後由比利領軍嘅巴西喺決賽以4-1擊敗意大利，第3次贏得世界盃，亦因此永久保留雷米金杯。墨西哥成為第一個歐洲同南美洲以外主辦世界盃嘅國家。2年前，墨西哥已經主辦1968年奧運會，令世界認識到佢有能力承辦大型國際體育盛事。到1970年，世界盃首次透過衛星通訊，以彩色畫面向更多國家直播。足球從此唔再只係現場觀眾同收音機聽眾嘅共同記憶，而係真正進入電視時代。對全球球迷嚟講，鮮黃色巴西球衣、綠色草地、黑白相間嘅 Telstar 足球，成為世界盃視覺記憶嘅經典組合。墨西哥嘅比賽環境非常特別，多個比賽城市位處高原，部分球場海拔介乎1800至2600幾米，加上比賽大多喺中午或下午炎熱時間舉行，對球員體能係巨大考驗。歐洲球隊尤其需要時間適應高溫同稀薄空氣。墨西哥城阿茲特克球場成為今屆最重要舞台，開幕戰、季軍戰同決賽都喺呢度舉行。決賽觀眾超過10萬人，成為世界盃歷史上極具震撼力嘅場面之一。外圍賽階段最震撼嘅事件係洪都拉斯同薩爾瓦多之間嘅足球戰爭。兩個中美洲鄰國本身已經因移民、土地同政治問題關係緊張，世界盃外圍賽令敵意進一步升溫，雙方先後交手，氣氛充滿暴力、民族主義同媒體煽動。喺附加賽之後，衝突最終演變成短暫戰爭，持續數日，造成大量傷亡。雖然足球唔係戰爭唯一原因，但係世界盃外圍賽成為引爆矛盾嘅導火線，亦都令1970年世界盃喺開賽前已經帶有強烈政治陰影。今屆亦都有2項重要規則創新。第一，黃牌同紅牌正式出現，球證可以用更清晰嘅方式向球員、觀眾同電視觀眾展示警告同逐出場判決。此前1966年英格蘭對阿根廷嘅混亂場面，令到國際足協意識到必須用更簡單、跨語言嘅方法表達紀律處分。黃色代表警告，紅色代表驅逐。呢套制度由此成為現代足球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不過今屆雖然出現47張黃牌，卻冇球員被紅牌趕出場。第二，世界盃首次容許換人，蘇聯球員普扎奇成為世界盃史上第一位替補上陣球員。佢喺墨西哥對蘇聯嘅比賽半場時入替。換人制度由此開始改變比賽策略，教練唔再只係排出正選陣容之後被動等待，而係可以透過替補調整戰術、體能同比賽節奏。參賽隊伍共有16隊，特別之處在於過往贏過世界盃嘅5個國家烏拉圭、意大利、西德、巴西同英格蘭全部成功晉身決賽周。相比1966年，歐洲球隊數目減少，非洲重新有代表參賽，由摩洛哥成為1934年埃及之後第一支參加世界盃決賽周嘅非洲球隊。以色列、摩洛哥同薩爾瓦多都係首次亮相世界盃。今屆既有傳統強隊，亦有新興足球地區加入，令世界盃更真正反映全球化格局。小組賽階段，墨西哥主場氣氛非常熱烈，墨西哥球迷喺阿茲特克球場同街頭製造巨大聲浪，延續1968年奧運會嘅激情。墨西哥隊喺小組賽表現錯，先後擊敗薩爾瓦多同比利時，成功晉級8強。不過喺8強面對意大利時，主場熱情被現實壓制。雖然墨西哥一度領先，但意大利憑穩健防守同成熟比賽經驗反勝4-1，令墨西哥嘅美夢結束。